乡亲啊，这个金蕉丝嘛会当摕来做衫、做卡网、做生活用品。这项手工艺只有噶玛兰族才会晓。80多岁严玉英阿嬷，就是用金蕉丝做出真侪实用的作品。伊甲这个传统的技艺教予后一代，嘛互更较侪人看到噶玛兰族的水。 你话好，阿嬷穿假准备要出门，头搁戴红色的帽仔，看一个真，这帽仔顶搁变甲真立体的花。啊，戴槟榔，戴薰吹。衫帽仔拍物件，这规事拢是用金蕉樟做的，你敢要相信？外面的花啦，嘿，安尼一片一片白。厝内金蕉强要比严玉英阿嬷搁较悬啊，伊是一元啊一元币。 要30块才过到一顶帽啊！都爱搁用刀啊，一刀啊一刀敲，迄若处理无好，就真够烂去。这个白色的要刮掉。玉英阿嬷逐工拢来巡，伫涂骹底拍的，毋若是金蕉丝，伫下眼中食的拢是宝。等去厝内，伊开始惊死，这时阵就袂使甲插。 要很专心，一整错的话，整个就错，就整个就可能要拆掉。一般都是先构思好。用金蕉丝来编，这是噶玛兰族特有的文化。就加讲这项手艺集团，玉英阿嬷为60岁开始为头学起。头在这边啦，尾在这里。头尾爱拍平间，或者金蕉丝会使连起来当做编织的材料。 过来就是变做布，手爱一直穿来穿去，要过唔若手爱出力尔，脚嘛会出力。脚这样踢会抽筋呐。抽筋啊！对啊，你这样拉到前面，这个脚后面也要推啊。逐摆做沙拢腰酸背痛，要过阿嬷依然坚持，袂使和这个手艺集团。从台湾本来这新社部落就用这金蕉丝啦，别有啊拢无啦，用金蕉厝的啦。 无参别项。即马阿嬷嘛甲族人做伙开课，互相学习甲交流，和这个传统的编织有新生命。同时嘛，和这项噶玛兰族专有的手工艺，互更较侪人知影。